要过年咯，各县市政府嘛已经定出春节客运车加乘的费用，800几一抓是要加收30块，华东地区要加收50块，新竹甲苗栗是会加收3成。有民众是认为伤贵咯，有客运车司机嘛正烦恼讲，去3成恐惊无人要坐。车站头前计程车排班等人客，过年伫要到啊，各县市也公告计程车收费方式，其中新竹甲苗栗对后礼拜5开始，想要坐车就要加收3成，互民众话伤贵。过年时去一次也是无要紧啦，啊，毋过3成，讲正经的收较济一次啊。那你涨个1成，我觉得那就蛮合理，3成就是有点过头了。那民众话贵，就连计程车运站嘛讲加收3成无合理，就惊安尼根本就载无人客。不合理，怎么说？没人要做。那我们也觉得比较贵啊，完全都没有客源啊。按照各县市公布的过年计程车加乘费用，台北、基隆、甲宜兰拢是起跳加30块，桃园、台中、东部地区是一抓加收50块，新竹甲苗栗是照原价加收30%，全台湾上悬。2月13日至2月22日，总共10天。那收费方式呢，会按照就是原规定的收费方式加3成。那市府呢，为了提醒就是乘客春节期间加价的措施，特别印制了中、英、日3国语言，来提供给计程车驾驶张贴于后座。每年春节前，新竹县市会共同邀集计程车工会商讨春节期间计程车的运价。那今年春节比较往年采原运价加收30%。新竹县市交通处解说，这个决定是甲计程车工会讨论出来的，但是比较往年的做法，交通处也提醒民众，过年坐计程车进前，会当先了解当地的收费状况，才袂造成无必要的误会甲纠纷。记者君和新竹报道。